永泰地产旗下粉锦公路663号住宅新盘云象日前介绍住客会所 Cloud Retreat 详情。会所连园林建2.8万平方尺，提供逾20项设施。另外，原项同步公开顶层特色户资料，预计招标出售。翻成個香港嘅土地發展啦，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城市森林比較為主啦。咁你要揾一塊咧比較開揚，又可以望到翠綠嘅環境，係冇乜遮擋嘅環境嚟一個地皮，可以俾你有一個剪裁咧，其實係十分之難度高嘅。咁今天咧，其實雲向咧正係可以享受到呢個優越嘅一個位置啦。咁其實咧，大家係傳媒朋友你見得到咧，呢個模型咧，我哋就係個會所嘅範圍啦。咁其實我哋呢個 screen 咧，就正日後我哋會所嘅住客就淨係可以望到一個咁蔚藍同埋一個翠綠嘅一個嘅景色，同埋一個好開揚嘅景觀。喺呢個雲向呢個項目去設計佢嘅住客會所，咁啊命名係叫 Cloud Retreat。咁我哋知道咧，呢個現代都市人對身心健康同埋親近大自然嘅渴求啦。咁又即係好正咁樣呢個項目就喺粉嶺高爾夫球場，即係新界北部一笪綠色嘅市肺，能夠喺呢個獨有嘅綠茵草地旁邊設計一個度假式園林會所咧，係一個好罕有嘅機會嚟。都講講近期嗰個市況啦，我諗大家都關注。咁包括我哋自己行內啦，咁其實好少見到春節前後咧個市都仍然係咁暢旺嘅。咁其實喺較早前嗰個記者招待會咧，我都提過，其實似乎係個小陽春咧，應該係提早咗嚟咗咁變咗就你見得到近期咧好多新盤嘅開售咧都係有價有量啦。咁我諗嚟緊，我諗嗰個氣氛咧，嗰個應該會持續到去，即係當然春節會大家會唞一唞先啦。咁我諗春節之後咧，嗰個交投量或者個價錢亦都仍然保持到健康咁樣向上啦。咁之前我都提過，應該嗰個樓房咧，應該全年計啦，咁約莫5至8% 升幅，最快都係春節後先會公布價單嘅唔使急。咁我諗賣，咁我哋需要按翻一手條例嗰個情況啦，即係大部分都係有啲可能會登記抽籤，咁我哋都係用翻一個呢個模式啦嚟去做嘅。而原項今日正式公開頂層特色單位資料，有機會先招標出售全盤4伙特色戶，並考慮優先授予大手買家，預計將於農曆新年後開放示威。咁好啦，今日咧最主要嘅題目，最主要就係講我哋嘅頂。我哋個頂嗰度咧有4個一個好強勁嘅一個嘅空中特色湖。咁呢個複式我當係一個水晶一個玻璃幕牆啦。咁如果我哋翻睇翻，我哋係 focus 啲喺個頂層嘅 B 單位嘅話咧，你見得到咧，即係呢個模型正係同呢個後面呢個新見到嘅作平面圖咧係一致嘅。OK。咁你見到個單位本身咧就係868尺啦。咁連埋平台嗰所有嘅面積加埋就有692尺。咁呢個咧，我哋會率先呢個攞出嚟去做招標先嘅。咁之前嘅想法咧，可能會係因為得4伙啦。咁好可能咧，我哋會係逐個嚟去招標。OK。但係咧，隨住開始我哋喺個新聞記者招待發佈會之後咧，我哋發覺嘅查詢咧就越嚟越多嚇。咁特別喺呢啲嘅特色戶方面咧，會係好其實可能係唔知
因為咧可能係有好多嗰啲粉嶺高爾夫球會有一啲人打波人士啦，咁啊亦都係好有興趣，個查詢係真係多咗。咁我諗咧首先咧我諗我哋嗰個策略上咧可能有少少嘅改變，咁可能咧未必係逐個嚟啦，咁可能有機會係大手作為一個嘅歐貨都唔出奇，咁啊可能唔排除可能有4個一次過嚟去做一個招標。Cloudview 雲象憑借其不可複製的景觀資源、北部都會區的區位價值以及自身過硬的產品設計，V將成為2026年香港新盤市場的一個重磅選手。市場熱度已起，我們拭目以待，直擊香港樓市，洞悉市場機遇，鎖定樓量香港，帶你親臨現場。